哇，好似戰地記者咁啊！我今鋪係白痴咗㗎啦，有一樣非常之重要嘅消息要同大家講，我一定唔會去。大家好，我係法比，想問下各位有冇打算去大阪睇期間限定嘅1:1世博高達？今條片主要分為3大部分，首先我會帶大家直擊世博開放首日嘅盛況，然後分享翻一啲睇法同感受，例如推唔推薦大家去朝聖。當然唔少得仲有抽高達館嘅詳細攻略。影片最尾仲有我對嚟緊可能擔心去日本危險嘅睇法，千祈唔好錯過。正式開始之前，請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呢個頻道，仲有分享玩具、模型、旅遊相關資訊，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 嚟啦！立即帶大家去大阪睇下第一日世博發生咗乜嘢事 ，Let's go！又回到最初的起點，4月13號早上10點，我同啦姐正式由心齋橋站出發去夢洲。首先乘搭地鐵御堂根線到本町，再轉乘中央線就可以直達。由於當日車站都幾多人啊，轉去夢洲嗰班車第一班我哋係塞唔到入去嘅，所以用咗50分鐘先正式抵達。正常8個字左右就可以㗎啦。Welcome to Expo。到達之後就開始我哋漫長嘅排隊時間。冇打風落雨嘅夢洲係好舒服嘅，不過大家見到當時天空已經開始滿佈黑雲，係暴風雨嘅前夕。2 hours later， 終於就到我哋啦。呢個時候我同啦姐雖然有少少攰，但都仲笑得出㗎。我哋終於入到嚟世博啦！今日係4月13號，亦都係世博開放俾觀眾嘅第一日。咁原本咧我就係 book 咗12點鐘入場嘅，而我哋10點9左右已經到咗會場㗎啦。而家嘅時間係1點鐘，即係我哋大概排隊就排咗2個鐘。一路落住雨咁樣排隊，終於入到嚟。而家即刻帶大家去睇世博高達。Go！ 由於法比揀咗搭鐵去世博，所以係經由東門進入，而高達館就位於最遙遠嘅西門。正常步行距離都講緊10至15分鐘，加埋打風落雨唔識路咯，咪變咗無盡空虛。終於見到 Gundam Ikimas！呢個就係我入唔到嘅 Gundam Next Future Pavilion， 旁邊就係我哋1:1嘅大阪世博高達 Gundam 之歷史。睇唔到入邊個館，就只可以睇出面呢啲嘢。3800幾yen。大家見到我後面咧，就係哇，好似戰地記者咁，我覺得自己後面就係嗰隻1:1大阪世博高達。哇！咁咧，後面呢度就係嗰隻1:1世博高達。我而家就好似戰地記者咁，呢一度係狂風暴雨。其實我上面咧係有擔遮，加上係所謂嘅有瓦遮頭嘅，但係我都係俾佢吹到爆。有一樣非常之重要嘅消息要同大家講，我問咗工作人員啦，入邊係冇高達模型賣嘅，純粹就係睇1:1高達同埋睇嗰個高達展。如果大家好似我咁抽唔到入嗰個高達展嘅話，就淨係齋睇高達，係乜都冇嘅。就算入到個高達展都冇模型賣。我問工作人員喺邊度有模型賣，佢同我講係 7-Eleven 啊。其實我前一日已經去咗另一個喺大阪梅田嘅 Pop-up Store 嗰度，超多模型睇。咁我哋就去嗰度啦。呢一度狂風暴雨，我不宜久留。我1點鐘入嚟，而家係1點35分，我決定要離開啦，因為呢度簡直係癲㗎！好啦，啦姐，我哋要同高達講拜拜啦！好啦，拜拜！想買高達就入去 Seven 啦，係有呢啲款式啊！好癲啊，走都要排隊啊！以上就係我哋世博嘅珍貴片段，可一不可再，因為大家睇見實在係太 crazy 啦。首先總結我個人嘅感想，如果可以回到過去再揀一次，我一定唔會去。嗱，不過都要解釋翻，今次嘅體驗算係一個非常特殊情況。第一，由於當日係世博第一日對外開放，理論同實際上入場人數都係目前為止最多嘅。根據資料顯示，第一日嘅入場人數接近15萬，而第二日開始已經下跌到得返5萬。第二點就係天氣，亦都係影響最大嘅因素。當日夢洲原本嘅體感氣溫係大概7至10度，但係因為落雨啊，而且雨勢都幾大，加上夢洲係一個人工島嚟㗎嘛，俾海圍繞住，當起風嘅時候風力係 triple up 㗎。你哋見到我同啦姐除咗擔遮之外，仲着埋雨褸，雙重防禦先叫頂得住暴雨，但係都頂唔住狂風加暴雨帶嚟嘅雙重攻擊。
另一個大問題係喺世博入面所謂嘅瓦遮頭，只係一啲好奇怪左右鏤空嘅建築，上面貌似遮住，但係對擋風雨係完全冇幫助嘅。當日我見到好多人係縮埋一嚿，匿埋喺牆後面，好辛苦咁食便當。唯一真正有瓦遮頭嘅地方就係入展館或者去餐廳，但係全部都要排勁耐隊。未等到都俾佢 KO 啦。另外，法比之所以拍得咁少片，係因為當時雙手已經凍傷咗，痛到係連支自拍神棍都拎唔到啊！然後想入便利店買杯熱飲都要排好耐隊，最無奈係已經好凍好唔舒服，離開會場都等咗接近1個鐘。第三個因素係我 book 唔到入去高達館。對於一心只係想入去睇高達相關嘅我，入唔到高達館就代表去世博，只係剩翻睇1:1高達一個目標，而呢個目標喺望見高達嗰瞬間，其實已經達成，令我失去咗90%動力。加上我去嘅第一日，一嚟人多，二嚟天氣惡劣，三嚟凍傷埋，所以冇辦法再留喺入面等機會抽高達館。以上種種機緣巧合，令我今次入世博只係睇到一隻唔識喐跪喺度嘅高達。相比識喐嘅橫濱高達，震撼程度絕對係冇得比。而比較台場或者福岡企喺度嘅高達，跪低我只能夠講特別啲咯。咁到底法比你推唔推薦大家去？答 yes 或 no 之前，大家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嘢。如果我哋淨係想買限定模型嘅話，千祈唔好去，因為入邊係冇限定模型賣㗎。反而去大阪電器街或者梅田嘅Yodobashi會揾到更加多模型嘅選擇。其次，如果核心係想親身睇1:1高達嘅話，咁就一定要抽到高達館先好去。如果好似我咁抽唔到高達館，齋睇外面嗰個高達，5分鐘就收檔㗎啦。相反，如果抽到入去高達館，就會有一個大約50分鐘嘅體驗。法比雖然好可惜冇辦法親身去感受，但係我都深信成個體驗係值得大家去試一次嘅。記住，法比第一日去真係一個非常極端嘅例子。當人流正常、天氣正常，又入到去高達館嘅話，事情就會有180度嘅轉變。可惜事實就係事實，冇辦法推倒重嚟，就唯有展望將來啦。咁我點先可以確保自己入到高達館呢？而家就要同大家講下點樣抽籤。首先我哋需要一張世博門票，法比係經東瀛遊網上買嘅，買好之後就會收到 email， 有一個門票嘅 code， 跟住再登入以下呢個網址。入到去撳右上角 menu， 再揀選我的票登入，就會彈咗你去另一個視窗，需要創造 ID， 填好晒資料，成功登記登入 account， 就會進入到呢個畫面。先撳下方第4個我的門票，然後拉低少少，門票新增登記。如果有其他人同行，建議一次過登記晒所有門票，咁樣抽籤嘅時候就可以一齊抽選。登記好門票就可以撳下方第3個預訂抽獎。呢度要重點留意啦，抽選入高達館嘅機會總共有4個，2個月前抽獎、7日前抽獎、4日前同埋即日搶飛。先講2個月前，指嘅係由你選擇進入世博當日起計。例如法比揀咗4月13號，2個月前就係2月13，我哋需要喺2月13日之前，即係最遲2月12日申請呢個2個月前抽獎，因為13號當日就已經抽籤㗎啦。千祈唔好搞錯，以為係2月13先開始申請，然後就係7日前申請，開始計算起就係由你揀入世博當日1個月至8日之前。例如揀咗4月13號入場嘅話，就會係3月13至到4月5。總之就唔好太濛水，一開放申請，越早申請越好。第3個機會係4日前，但係留意佢個名叫4日前，實質計算係由入園起計3日，即係話你4月13入場嘅話，就會係4月10號。呢次唔係抽獎，而係先到先得。我哋喺日本時間9點，香港時間8點登入官網搶飛。不過根據唔少觀眾朋友反映，搶到嘅機率係極低，所以唔好抱太大期望。最後如果頭3輪都抽唔到，而你又堅持要去嘅話，咁就只好搏最後一輪，亦即係即場抽飛，將會由入園起嘟咗飛之後計10分鐘之後開始，到時就要不斷 refresh 個電話，睇下有冇機會揾到空檔入去啦。以上就係我理解嘅抽籤方式。如果有咩日子上嘅錯誤或者資訊上嘅遺漏，麻煩高手幫忙提醒一下，因為我對日子數字呢啲嘢其實比較弱嘅，亦都好老實咁同大家講，我今鋪係白痴咗噶啦。7日抽籤，我以為係7日前先開始抽啊，所以戇居居係冇抽到。然後4日前嗰個我又搭緊飛機喎，落機日本時間11點，乜鬼都俾
人搶晒啦。去到入園當日天氣又勁惡劣，半個鐘已經頂唔住想走人，所以又冇機會嘗試去抽夜啲入高達館。但係有好多觀眾朋友同我分享翻，佢哋唔係第一日入園啦，即日先到先得，其實揾到位入高達館嘅機會係大嘅。我諗大家都應該感受到法比係極之熱愛日本嘅人。我亦都知道有好多人聽到好多例如係地震啊、海嘯等等嘅傳言，未來嗰半年好擔心去日本，明白體諒嘅。我覺得大家如果覺得去日本真係令你會覺得唔安全、個心唔舒服嘅話，就唔好勉強啦。雖然話大阪世博一生人只得一次，但係命仔都係得一條嘅啫。同埋去旅行最緊要係開心啊嘛。如果你係有猶豫未出發先腳震嘅話，咁佢嚟做乜呢？但係如果你係唔驚唔信，又或者過咗7月之後覺得應該安全咯，猶豫緊係咪應該去世博睇下高達呢？咁嘅話，我就支持你哋去。好老實，我自己都唔知高達館入邊有啲咩，冇辦法同大家分享到到底精彩唔精彩。但係既然有一顆好奇心推動你行動嘅話，就唔好諗太多啦。去行動，去嘗試，去探索。無論高達館入面好唔好睇，我相信你嘅行程都一定會十分之精彩。咁樣你一齊欣賞到最後嘅呢面有趣，對你有幫助，記得免費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下集我哋依然會喺大阪，然後坐時光機翻到世博開始之前2日，同大家直擊梅田 Pop Up Store 首日盛況。有一定你哋，下次見。